自性无起用，自性叫无起用到一个性啊，啊，这个邪较为对一个所在，你这个思量嘛，是思量出来嘛。暗角跟善甲恶是思量出来的物件，思量想出来啦，毋是你自性起用，你自性点个内底当中伊是思量，啊思量即变化，我所以即变化无，有，即你有即个思量，有即个想，思量就变化，嘛思量恶思，思量恶思，即是恶行，啊思量善思呢？即行善行，思量变化有种，啊，若你自性中呢，你自性中无经过思量即个清净的物件呢，有恶事啊，有思量恶事甲上恶事，伊本来就来从伊本来叫做，迄叫做啊，迄个叫做自性，迄个叫做自性，自性，那你若做嘅，讲叫真相，真相。你主讲叫做记于记先，有此离自证，这个记于就是讲这个真理意思。先甲恶，毋是一个叫做记先，这个若无这个叫做就是这两字叫做幻，与幻相，幻所有相，幻相的物件。但是呢，这个落去来这当中，因为这两个拢叫做记，拢叫做啦，自显的至善地嘛，因为伊内底，迄个字的内底就是要对立嘛。咱讲叫做啦，咱有一句话叫做健康有无？有啊，健康有，有一句话叫做健康有。是啊，这个叫做字嘛，对无？这叫做字嘛，迄个就是讲气啦，对啦。好，此于自身极乐就讲各个班级啊，无个有对立嘛。哦，所以姓名用的名词，咱一般用名词要了解伊咧用的。因为无我迄个想法到来讲，毋知要怎讲啊。啊，所以我都用一个语言叫做结论。啊，这个结论讲的当中，重点在这里这个结论。我常讲，你永远是咧困。你困啊，当你舒服的时阵，你感觉你困啊足舒服的。迄阵咱有思想嘛，对不对？甲一直困，后要做吧。哦，啊嘛无的时阵，也无遐便所，啊一切到天空，啊你迄个意味较出来，迄个内底当中，叫地高无，啊无，人外口咧卖干粿，咧卖肉粽，咧卖啥，你拢无听过，因为你以为你自身咧内底当中，你毋是巧妙，你无巧妙，毋是讲一个死人倒去啊，讲变啦，因为你有思想内底当中，你进入着迄个主主，你进入着迄个主主，无互外口环境，无互你内底思想，诸方的思想去影响着你这个啦，这主主，迄是咧讲咱讲你的思想，是咱人有一个生甲死，有讲这物件，有。生死，咱人叫做啥？含生对不对？啊，至于呢？惊死，那叫做含生怕死。你讲你袂含生怕死，你若去到病院，医生哦，到医院先来检查讲吼，嘿，你若是有问题哦，你那个心是无检查，你袂甲有问题，有问题，你就检查你就惊死啊！你就惊死，只要你惊死，你有一个思想，有一个思想啊，害啦，我一定无好。你家大小对起啊，你听无？我现在切换台，讲一摆去迄个迄个啥，10几年前啊，去台南医院吼，啊，去医生看医生讲，你这一礼拜，然后我就检查看看，你那上了过吧？安尼伊就毋知能开倒来。开到高速公路口，伊毋
知影变多少，伊怎配合对应会变个啊？伊即个思想内当中，拢落医生咧讲，你个一礼拜，过来我甲你检查看看。你是安怎无如如？你是安怎无如如？你是安怎这边的接？这样接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生死这个物件来讲起来，咱内底就讲，好生死这是众生的看法。人哋不有生死无？不有无生死的观念？毋知讲众生是惊死呢，生者是惊生呢？众生是惊死啊，生者是惊死。你我来世界看，生者是爱死。众生是爱生啊，倒变嘛，叫做变道。是安怎？伊即个问题，伊毋知生死之道，生死个应如嘛？伊本来是有来的，这是本来的当然物件嘛。咁是安尼，咱人就是三种啊，贪我无去，我的财产无去，我某囝无去啊，我做爱人家无去，对不对？无你大脑王永庆较济，你敢有比较济？我海明遐济，你敢比较济？是不是较济？你敢较济？咱人即个贪，叫做贪生怕死。你若了解道理了后，你要怎么解脱？你的自信用入的内底当中，你一心还是意境内底当中，生死叫做应如，人讲叫做哪？叫做睡眠。咱人当然较可怜，人迄个法师讲，叫做做法，叫做恶法。做法就讲我我定是要你六十岁要当，你知影？我定是要当啊，你心大条。10条毛你要当，我要当你，有啥物代志啊？那伊知影，做法比较这个心白早，伊袂惊哦，伊就是我倒来可能走。咱就惊死，因为咱是咧受无法度受放下，怎无法度放下？因为你就是天，这条咧，这边啊，我就等。我是家去早年去迄个香港讲课时阵，香港的课程啊，经理，我怎么是要做经理的？我从我有问题，当经理去香港去办课，从我去，我那时摸迄个叫做摸拜店问题那时迄阵摸迄个北部啦，安尼。即马就坐到新界才叫人一个香港，去办课，去办课，就拢去迄间迄个叫人迄个厝内底，香港迄早鸟屋嘛，高分招条嘛，拢无大间嘛，去人咧讲着死，讲着这样，阮这人足惊死哦，你毋是讲死哦，阮这人讲着死足气的哦，我上爱笑恁这人足惊死，毋知人咧死哦。无人咧死，敢讲恁在假的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恁人足奇怪，明早会死就惊死，你明早咱就会倒转去咯。但是咱无法度讲下，这名是安怎？你这条你上你今日会死，一定爱死。生死是因为咱另外一种嘅解脱。你有心唔免惊生死，因为你唔通落这两个，唔通落。所以咱三界有心，心不有，心不有处妄言无，妄言无是即菩提。别句安怎讲？生死涅槃本平等。伊即个讲对你有法度讲伊平等无？你无执迷愚，你嘛无执迷智，你嘛无执迷乱，你嘛无执迷定，你若无执迷动，你也无执迷顿。这叫做对，这你袂使执见。伊是要破你的上因，要证明中的意思。毋是我对，我毋对，你
法的内底，你性里面被解脱法，这叫做解脱法。解脱法，这个解脱法不是论对立的物件，不是生死的对立，这叫解脱。哦，解脱法这个不是对立的物件，哦，不是对立的物件，伊对立迄个世界法。哦，解脱叫做出世间法，咱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生死的物件，这种有讲一句生与死对嘛。讲这物件，啊，这是相对的物件，但是伊是靠你的相对，你问伊即为有，问伊即为无，问即为空，问即为无，哦，伊尾后甲你讲一个，有甲你讲一个咱，哦，这个就几个讲了啦吼，这一定的这讲这种讲意思啦吼，哦，所以甲你讲一个迄个叫啥？哦，烦恼与菩提，啊，什么叫做烦恼？什么叫做菩提？烦恼不是菩提嘛？啊，菩提是烦恼嘛？啊，烦恼不是菩提出来嘛？啊，菩提甲烦恼，烦恼是菩提出来的，敢毋是安尼？烦恼是菩提，啊是菩提才会烦恼，菩提真当烦恼呢。啊，菩提叫做感嘛，菩提叫做觉嘛，菩提叫做感嘛。哦。菩提叫做感，哦，啊，因为这个感，因为就是这个迷，叫做烦恼嘛，迷叫做烦恼嘛，哦，感叫做困难，安尼嘛，哦，啊是安尼迷，因为对这个造出来嘛，因为这个无感，它会走这个来嘛。哦，啊，医生人甲甲讲起来，因为这个迷，迷，这个物件，这个就走无去啊，这个就走无，这个伊本来就附着，这本来有附着的物件，但是因为这个甲执就变成思想啊，哦，就变成这就变成思想，啊，思想就是开始走这个来烦恼。上作这烦恼这，好，啊，医生人咧甲讲嘅，你即个害怕即个物件，伊就走啊即个物件，即个菩提本自性啊，重心即是妄嘛，见心在妄中嘛，啊，凡事有三种嘛，好，菩提本自性嘛，哦，就是讲自性，啊，因为咱今日你是共一个物件走出来，是因为你家己即个思想无清净，你即个思想无清净。走去乱嘛，袂叫做乱嘛。人在讲我心有气嘛，咱我当做咱这个自体自性，我当做自性的主人嘛，我当做自性的主人嘛。咱做到诶，哦，咱做这个众生的主人，众生的主人，众生的主人叫做袂嘛，甲不能主人叫做自性的主人，叫做感。安尼嘛，哦啊，其实你这个迷，他怕你这个迷了后，无一秒你就回归正常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这拢是在甲你，伊这个物件，拢甲你讲有迄个中国的意思，哦，拢甲你讲有迄个中国的意思啦，吼。那应该是咱较有清楚啦，吼。好来，这对人好点了哈。书言。书言。处36对法。处36对法，欲解用，即道观一切经法，即道观一切经法，出入即为两边，出入即为两边，自性同用，自性同用，共人言语，共人言语，我与上离相，我与上离相，内空离空，内空离空。欲专即着，欲专即着相，即定向邪见；欲专即空，欲专即空；即定无用，即定无用；即空自然，即空自然；有妄经，有妄经；一言，一言；不有文义，
不用文字，译文不用文音，译文不用文字，言也不含污言，言也不含语言。基础语言便是文字之上。基础语言便是文字之上。有文，直道不离文字，直道不离文字，接触不离两字，即是文字。见人所说，便即放他言文字，见人即放他言着文字，便即放他言着文字，便即放他言着文字。咱若做袂用介绍一直咧甲咱开始这三个道理啊伊讲虽然咱这个30位的这个对法，对咱头前有讲的啦这30位的对法啦若解用啦即道观一切经法啦其实若要甲讲起来，咱若适用甲解用啦解用叫做解开啦适用叫做即部分，这两个意思无相像啦若解用即道观一切经法，咱来了解道观经法，这两句话爱看出来这个道叫做空，这个经，这个法，这叫做有，安尼对这个你若解开，你若当了解，若解用，你若当了解道，会当了解道，这叫解用啦你了解道，道是啥物件？道叫做自然界物件。道是贯通一切经法，毋是一切经法来贯道，一切道来载经，毋是经来载道。安听有无？毋是经来咧载道是道来载经。未有天地，未有天地啦未有天地。心有道，未有天地啦未有天地啦，即有道啦。既有天地啦既有天地，未有啦这既有啦这既有啦，天地即马道在经啦这未有天地，道在经啦，就是道在经啦，道在经。未有天地，未有天地就有道这个道本来就是以这个天地的运作这个运作，比如这个地球，什么人叫伊咧动？是咱自己咧行汽油，咧行迄个柴油。咧用发电机咧什么叫发电机这个地球咧探，这个地球咧探实紧的，所以伊这个地球一年去转一年，伊时转来跟银行就转过来，咱即马转一年，一年转一年。但是伊是信任这个地球在运转，但运转了后，这个地球所在的物件，山河大地，拢袂去影响着。这个地球若向它撑起来可能山崩地裂啦，这个地球变成变成了这规项进80个人口才无命，所有的精神，所有的动物，所有的一切山河大地，全部拢无命。但是什么人咧运作？什么人是道？这个道，这个自然界的道咧运作这个。
我即摆甲讲关键的比如，什么人要尊重你这肉体？什么人尊重你这肉体？互你目睭会看，互你头会发，互你四肢会行，就是有一条经济，慢慢讲叫做种子，经济叫做钙质，有无？啊，这个境界无食钙质叫做，这个倒做来叫做大道无形。大道无情，有没有？大道无形，好，莫不依名，有名的法道，有名的法道。啊，这个道就是咱万物一切思想下来的总根源，就是自然界，自然了无？就甲你计较。咱有一个，咱有一个钙质，咱有一个经济，有一个遵守咱的身躯无？有。有啦吼，啊无有你听我讲安尼，啊无你才能够遮济。好，反正咱请我124小时哦，咱我食到今年哦68岁啊哦，68岁哦，伊昨天就把停咯，伊昨天无停啊，若较停我今日袂甲咱到遮济啊，伊昨天伊嘛无管无会哦。伊68年来如1 kg，伊无管无有了，伊自然。我这个肉体，我这个人伊24、68年啦，如1 kg无管无有。我这身体讲食肉的是因为我管你无好势，我的欲望啊，我的欲望，我的欲望啊，爱食到糖尿病的，对不对？除非你嘛是我当年嘛是食到糖尿病的，哦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咱这过无好势啊，咱来忏悔咩？咱来忏悔啊，过无好势啊，食到身体都出问题。所以伊这道来这当中是道观，这个道观就是讲，因为伊包内底当中贯通一切物件，叫做哪？理有天地，即有道，道啊。啊，既有天道，道在一。道在天地上。我这上的先生啦，吼，第二先生啦，拢已经，这道咱拢已经来啦，拢用已经来讲道，其实这叫做经。阮的道是灌经，毋是经灌道。道灌经，毋是经灌道啊，所以这边有。但是咱既然伊来这当中这来讲啊，好，这若是该用道观一切的话，道观是经观一切的哦，这句你也看出来哦。咱的自性是贯通咱的四肢百骸，毋是咱的四肢百骸的贯自性哦。好，所以咱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钙质，这个叫属于虚名呀，好。咱叫虚名、虚名，钙质就是讲无看的物件，虚名就是讲咱是虚名产生的概念。啊，这个道再是宇宙的物件，再宇宙的物件有多无？虚名无。咱一个自性，咱嘛是看无，安尼，这个肉体，好，我70几公斤啦，安尼拖68年。来拖你去，伊所有的器官啊，来运作较真好势。你若一条内底当遐一条无好势，你麻烦。不要烦你若去问迄个医学专家，伊讲今日脑筋破裂来，你当中话讲大条筋、细条筋、神经什么筋、大筋、外麻。你敢是你咧创造的？毋是你咧创造的呢？迄袂靠咱创造，迄是因为道咧来创造呢。我不得依名用名嘛道，我嘛唔知哪会，我叫做宇宙有一个自然界，这个叫做自然界的物件。但是咱所有形象出来的物件，所有做出来的物件，拢甲用文甲黑话的物件，爱听无？用咱做者福建，想都是安怎，为了咱的民族所有。好，
重要的嘛。但是咱我这吼，未做做信徒啊，安尼，家己来做咧，未做事来做，100%的未做事做出来，未做事真人无相像。你们相信无？所以讲，迄个底有人讲那是无相像，但是你相信我拢未相像，确实未相像。这是拢咱两个关系，你听无？毋是伊本来就是安尼。所以这点内底当中，咱一定要了解。但是点来讲用解用即款一切经法，毋过伫经法内底当中出急即为两边，哇，36对两边，时甲灰，先甲黑，红甲明，一边、两边，一边、两边，一边、两边，这叫两边啊。按看有无？因为你这边红就是无明，你这个明就是无红，你这个黑就无青，你这个青就无黑，你这边灰就无丝，你这个丝就无灰，这叫做世间法。世间法，伊来讲世间法。你自然的法界，这因世间自然法界叫做出世间法。你加一个咱互我法讲，如是，加这两句话就是，这两句话你也解释出来，就叫清净无量。这两句话你也解释出来。就是讲叫做主相，伊嘛当讲叫做佛，佛叫做觉，安尼，这拢会当解释。即句话落去，透落去，透时甲灰，透成甲白，透着面甲红，你啊出去种即面的，即面两面嘛。是咱无当面两面，就是如果对只讲的红，甲光，因为起了太阳目睭了，无红甲光吼。安怎说？真常之道，上甲无常，因甲迄个太阳叫做正常，叫做真常嘛，落就有啊。咁是呢，毋过咱众生个即面红甲光甲，叫你面头无出来那是较红，面头出来那是较光，面头无出来，就是爱点电火，面头出来变点电火，伊是迄个目照了后，迄叫做作对。咱的自性若自性起用，咱的自性觉性，咱这个觉，世间法，这两个叫做世间法，世间出世间叫做觉，而且呢，这个叫做觉，这个觉，这个叫做觉，你有觉了后，你就跳开二元对立法的这个作为，甲先不说先甲不说甲明，你就这个作为的物件。头前那36对就是来讲这，以后边咧解释这。出急即离两边，你问离就是讲你问这边对边，安尼对啦吼。自性动用，共同的理，自性动用啦吼，你动用自性，用同的理就是讲，共同的理啦，他苏卡人咧讲啦吼，这个讲人的言语，你看人咧讲这道理的时阵啦吼。我相理想，雷空不空，再讲。理想中内底当中，理想中内底当中，好，理想中内底当中，你的理想，理空的内底当中，你的理空，伊是句就是来讲，我相理想。雷伊空理空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你理想的内底，你理空的内底，这叫做后边这个加字叫做不执，不执着，不执什么呀？